大家好，我係 AM，而家時間呢就大約係早上9點半左右，我已經喺附近呢揾咗間店鋪食完早餐，翻咗嚟民宿呢度啦。呢間就係我尋晚入住嘅民宿啦。咁同大家行一行啦，可能而家對佢哋嚟講呢太早啊，櫃台都完全冇人。咁呢條走廊盡頭右轉呢，就會係入住嗰陣時辦理登記嘅位置啦。咁有個前院嘅，正對住前面呢，就係尋晚講嗰條八卦城之夜嘅一條街。整體嚟講呢，我覺得呢間民宿係可以嘅，夜晚呢，可以出嚟啲露天位坐下，其實都幾舒服。咁佢哋都喺走廊嗰條樓梯底呢，專門為啲貓整咗個玩嘅地方。咁拎齊行李上車就出發去今日原定要去嘅合西森林公園。咁點解講原定呢？就係因為喺入口位置再開多一陣呢，就發生咗交通事故。當時呢，就輕輕咁撞咗前車嘅車尾。呢次都係我租車以嚟第一次發生交通事故，所以當時呢，都係我第一次去主動了解同埋去處理呢個交通事故嘅。當時呢，係輕微咁撞到前車車尾啦，就係我車頭嘅車牌有少少藍漆呢，刮到落去佢車尾位置。咁無論點都好啦，意外發生咗呢，就要去處理。由於想詳細啲咁等大家可以了解成個處理流程呢，我特別整理咗一個特輯去講港澳人士喺內地租車自駕遇上交通事故嘅處理流程啦，同埋有啲我今趟新疆自駕後嘅一啲小建議俾大家參考一下嘅。有興趣了解多啲嘅朋友仔呢，可以稍移去新疆特輯 S2去了解更多。最後呢，其實我都有入去兜咗一下嘅，不過整體感覺呢，有啲似尋日喀拉峻大草原，不過係變咗全自駕咁咯。而啲路呢，都好似越野路咁嘅，所以如果大家中意呢種咁嘅越野 feel 呢，都係可以嚟體驗一下嘅。由於今日發生咗交通事故呢，都處理咗一段時間嘅，而且感覺呢度呢同尋日差唔多，所以兜咗陣呢，我都出發去那拉提鎮。咁沿路呢，我都拍咗啲航拍片，咁就拎出嚟同大家分享下。我聽日嘅行程呢，就係以空中草原聞名嘅那拉提草原。咁今條片就到呢度啦。如果大家中意我今條片呢，就俾個 like 同 share 俾你覺得有興趣嘅朋友仔去支持一下我啦。最後記得 subscribe 同撳埋個鐘仔，下次一有新片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